好，大家平安，时间到吼，咱来祈祷。听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会通透过路加福音的记载，也拄符合着伫大灾节期的中间，阮也看见伫今仔日阮所要来研讨的经文，记载着耶稣受掠受审判这个记载。也恳求主你帮助阮伫阮的日常生活中间，记得阮的主耶稣基督所享受即个救赎的恩典，也愿毋但咧纪念，也会通伫生活中间来学习来做一个好的仆人来荣耀主的圣名恳求主你的圣神甲阮三个彼得透过今仔日所研读的，会当互阮来明白你的启示，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好，今仔日要甲咱三角分享的主题吼，就是对39节开始会分几个段落啦吼，分几个段落拢无介长吼，拢无介长但是即内底有真济即个过程吼，就是耶稣基督开始要受掠受审判、受难的这个记载吼。好，咱头起先来看39节到46节这段的记载较侪需要咱去思考的啦吼。我今仔日无要用伫PowerPoint内底，我无用介济文字，我用较济图片，互咱来看安尼吼。伫文字顶悬，我已经互咱我会用补充说明吼，来甲大家分享。好，咱先来看第39节到46节。咱若看即段的经文的记载，基本上呢，伊是伫迄个迦拿山的顶悬，但是伫咱今仔日咧读的路加福音的经文内底，伊并无提到着咱所知耶稣受卖迄暝，伊伫克西马尼园祈祷。路加福音无安尼记载啦吼，伊嘛无讲是即个是一个园，只有即个伫圣经中间伊的记载讲，耶稣出去照常去迦拿山，门徒对伊去到迄所在，伊甲因讲，着祈祷才袂陷落试探，所以拢无讲着即个克西马尼，嘛无讲这是一个园，拢无吼。伊敢若讲耶稣交代即句话了后，伊就去伫较差不多顶一个石头园的所在，就开始祈祷吼。但是咱若准看其他的强管的圣经的经文，会通看到其实伫即个记载，即个祈祷的地点就是克西马尼园啦吼，克西马尼园这咱会当伫马可福音还是马太福音拢会当看到迄个记载即个希腊文咧讲克西马尼吼，叫做格西马尼格西马尼即个字呢，原来意思伊毋是一个园的名，伊是咧讲即个园的功用即个园的功用，格西马尼伊的意思就是咧压榨时，咱知影咱古早咧下豆冷的时阵，拢咧石磨石磨咱硬咧了后，豆就碎去就会出汁安尼吼。这个格西马尼意思就是这个压榨时啦，就是因咧接这个橄榄油所用的咱即马咧讲到橄榄油有迄个冷榨甲热榨啦基本上古早拢叫做冷榨就是安尼用硬的硬过安尼。这嘛咧预表耶稣过来要受苦，要互人即甲出血安尼，有迄个预表迄个意思啦预表迄个意思英语叫做 oil press 就是迄个榨油的东西啦当然到尾嘛用安尼来做迄个名呢好
伫经文的中间咧讲到耶稣照常，吼，所以祈祷对耶稣来讲是一个足经常的代志。这嘛是定定牧师咧甲咱提醒讲，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上帝的仆人，咱着爱常常祈祷，常常读圣经，吼。共款耶稣就是安尼，伊着照常去山顶祈祷，所以伊毋是特别的祈祷，伊是照常，吼，照常去祈祷。伊特别伊若阵拄着困难的时阵，伊要去传福音的进前，伊拢去山顶，吼，这咱所知的，吼。伫地中海地区有真济即种橄榄园，吼。这对因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物件。伊不但是一种油尔定。那照伫犹太人的看法，也是讲伫地中海附近国家的人，这个橄榄油除了会当做食品以外，伊也有迄个抹伤喙医治的功能，吼。所以伫咧讲到膏抹本身有迄个膏粒，嘛有迄个医治的意思伫迄个内底，吼。所以咱大家知影迄个橄榄油的功能啦，吼。好。耶稣基督去橄榄山，其实重点毋是伫山顶哈。有个人拢讲吼，耶稣拢去山顶祈祷，所以咱着爱去迄个祈祷山祈祷才有效。毋是哈，重点是祈祷，毋是倒一个地点，请咱会记这项代志哈。所以伫即个所在，伊伫遮咧讲伊是照常祈祷，祈祷是耶稣的经常哈。伊所咧讲的迄个祈祷的态度，伫get西玛尼园祈祷中间，上重要是耶稣的态度啦，吼。这就是迄个压榨石啦，吼，压榨石。一粒好好的橄榄，放伫咧顶悬，研过了后，就身躯喙齿就会出汁。这个预表耶稣的受难甲流血来死，诚做世间人的医治。拄则我已经甲这个概念讲过啊，吼，即马安尼咱更较清楚啦，吼。圣经甲咱讲耶稣跪咧祈祷，这甲犹太人的传统是无共款的吼。犹太人传统的祈祷是安怎祈祷？徛咧祈祷，吼，徛咧祈祷。所以其实迄拢毋是重点。人讲目睭爱磕磕，头爱咧咧，两只手爱安尼，才算祈祷。其实祈祷无限定什么款的方式啦，吼。但是咱若看到耶稣用跪咧来代表伊的虔诚，甲伊的恳求啦，吼。伫这所在是无共款的一个讲，甲传统无共款，吼。耶稣的祈祷的方式安尼吼。伊伫迄个所在，伫克西玛尼园的祈祷，伊伫遐开始讲到杯啊，伊讲求你将即个杯散走吼。即个开始讲杯，就是咱亲像耶稣咧教示咱的祈祷文中间，阮伫天里的杯，迄是咧告别迄个关系吼，告别迄个关系用安尼来告别迄个关系，嘛咧表明谦卑的态度，只有杯会通做。耶稣咧讲到迄个时间、迄个日子，伊嘛是用即个态度吼，所以伊就安尼来甲上帝祈祷，你若肯吼，你若肯，请你将即个杯刷走，但是毋是顺我的意啦吼。即个杯是啥物意思？咱通常咧讲是迄个苦难啦吼。伊跪咧了安尼祈祷，伊就讲你若肯吼。所以主权伫倒位？主权伫上帝啦，吼！你要讲将即个杯，咱通常咧讲苦难的杯，伊要面对的代志，伊要面对的困难，亲像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到12节中间所咧讲，耶和华定义将伊来砥伤，互伊来受痛苦，耶和华用伊做赎罪祭，吼，这是迄个杯吼。所以伫迄个中间，咱看伊讲，耶稣伫咧面对即个苦难的时阵，伊讲求你，你若肯，求你互即个杯来离开我，吼。这是伫咱咧讲，伫人，也是讲伫肉体，伫人人性的软弱的部分，所以恳求上帝来怜悯伊。但是呢，上帝的做法却是无共款。
上帝做法却是找一个天使来加添伊的力量，吼。这是咱所咧讲祈祷，祈祷是上帝会照咱的意思，完全照咱的需要，照咱的方法，照咱的时间，毋是吼。伫耶稣的身上，咱就真清楚啊。耶稣的祈祷讲，请你将这个杯刷走，你若肯。结果是照你的旨意，毋是照我的旨意。那即句话的祈祷后壁伫40、30就足清楚呀。有一个天使对天出现来赞伊的力咱就讲加天伊的气力。加天的气力是要创啥？毋是要刷这个杯走，是要加天伊来面对伊的困难。迄个气力加天伊的气力。耶稣伫迄个祈祷中间，伊面对苦难，伊痛苦到极，痛苦到极。伫圣经的记载的中间伊面对这个苦难是非常非常的艰苦，非常恶担当的代志。44节的经文讲足咱讲足贴切啦，足生动的一个形容伊讲耶稣非常的痛苦，那热切来祈祷，伊的肝亲像大点的火滴落伫地，伊的肝亲像大点的火滴落伫土骹我互咱的资料中间第5页，我有用一个连结，遐有一个医学的角度咧看这项代志，就是讲，当人面对着真大的困难甲压力的时阵呢，咱会流凊汗，流凊汗边仔这个微血管毛细管边仔微血管会破裂，所以迄个血就甲迄个汗做伙流出来就是亲像路加福音所咧记载的伊这个血亲像大粒的汗呢来滴落来这是伫医学顶悬有证明的一个咱讲肉体上的反应肉体上的反应耶稣要去祈祷的时阵，咱会看到圣经讲，伊叫伊学生着安怎去警醒爱祈祷爱警醒爱祈祷，但是呢，伊的学生却是安怎困去路加讲足客气啦伊的学生因为忧愁来困去啦我毋捌听过人忧愁烦恼会单好困安尼路加是讲足有怜悯心的讲法啦就是讲因完全无咧注意因的老师耶稣所吩咐因的着爱警醒着爱祈祷。伊讲恁着爱祈祷，免得安怎入伫迷惑啦若照安尼来看的时阵，耶稣的学生这个时阵去互爱困神迷惑去因无警醒啦无警醒。然后第47节到53节的中间，咱看到耶稣受掠嘛无介长的经文内底拢总7节7节的记载。圣经讲耶稣还在讲的时阵，忽然间有一群人来，12个使徒叫做犹大的做头前来带路，行到伫耶稣的面头前，甲伊浸啦这互咱去看到一个足大的咱讲迄个违和感啦耶稣的学生应该是甲伊做伙，但是犹大却无甲耶稣做伙，过来伊来是带一群人，是要来掠耶稣毋但安尼尔，咱阁看真讽刺的一项代志，就是讲耶稣伫迄个所在咧甲学生讲，恁着爱警醒爱祈祷。结果犹大带一群人来的时阵，伊用甲耶稣相染相浸来做记号，伊要出卖耶稣这是足大的咱讲违和感啦咱感觉无法度想象的一个情景安尼所以耶稣伫遮甲伊讲伫48节
48节，耶稣甲伊讲，犹大你用金喙来出卖人子哦，这个就是咱看见讲，一个应该是一真亲密的关系的人，却受到迄个违背。也好，那亲像咱时常咧讲，大笔的人生其实是真苦难啦因为伊去互伊上会尊敬的所罗王追杀。搁互伊的囝来追杀，这是上大的悲哀，共款，耶稣去互伊的学生犹大来出卖，这嘛是一个悲哀，好，耶稣的身躯边看到伫发生的代志，就讲主啊，阮用刀甲因刣好，安尼其中有一个甲大祭司的仆人来刣落去，结果伊的耳仔甲射起来，安尼好。即有人咧问啊，是安怎耶稣学生有抓刀啊？是安怎耶稣学生有抓刀啊？就是彼得这是咱头前咱前摆讲着，后壁面耶稣有交代伊学生，着爱抓2支刀啊，伫咧身躯边安尼啦，这个图是咧记载着犹大出卖耶稣，这个应该是犹大啦，即群就是祭司。甲法利赛人甲经学士三个无共款的代表这犹大这是出卖的钱安尼犹大用金来做记号，然后即群人就是要来掠耶稣的啦用金的一个亲密的动作，却代表着出卖的记号好，所以耶稣基督到底互什么人掠？我捌听过人讲迄个罗马兵丁甲掠去请咱会记毋是祭司因本身有迄种祭司的咱咧讲武装部队啦伊毋是军队，但是伊有伊的一定的即种咱咧讲刑事权，也是讲即个治理权伫宗教上因会当有一寡。帮赞比如讲，什么人咱上熟的呢？就是初代教会上重要的使徒保罗，伊进前嘛是伫祭司的身躯边咧昆着基督徒，咧昆着教会，就是即种的角色啦耶稣就是伫即个情形的下面，去互即个祭司的人来掠去，掠去了后，才会。当因无法度去问到这耶稣会做的时阵，甲送去互什么人？送去互希律，佮送去互彼得多，所以三个单位伫遐咧踢皮球啦，送来杀去，送来杀去安尼因为照当初时，这个犹太宗教的法庭无有判人死罪的权柄。所以这为什么因会甲这个耶稣送去互彼得多但是咱会记得，毋是彼得多的军队军人来掠耶稣的，伊是去互这宗教人员掠去好，刀就是咱咧讲，前礼拜咱讲着22章35节到38节，耶稣交代因客爱揸刀揸刀当然，这是毋是有特别的意涵伫内底嘛真值得咱去思考啦伫即个中间照大家的猜想啦即个动刀的人应该是彼得安尼啦即个耳孔去互挂落来了后，耶稣就甲医治会当借着安尼来行神迹，而且即个受到医治的人是要来掠耶稣的人所以这真正互咱去做一个思考，就是耶稣袂用歹的态度去对待遐甲伊无共款立场、无共款意见的人，甚至伊用神迹甲伊医好咱伫即个中间看到讲，即个祭司甲伊的即群人，因来掠耶稣，好若亲像咧掠强盗共款。这个意思是啥物货？意思就是讲，将来耶稣就是要甲强盗同定啦。迄个意思
足清楚啊吼。咱知影耶稣的十字架边啊两个拢是判死罪的强盗的强盗伊甲强盗同定这真正是互咱来做一寡提醒特别咱头前迄段讲着讲耶稣提醒伊的学生，恁着爱谨慎、爱警醒、爱祈祷好。门徒无警醒因咧拄久，结果咧发生啥物代志？当有一群人安尼咱讲大阵势来到伫耶稣的身躯边的时阵，耶稣的学生拢毋知影为虾米，因为因伫拄久，所以耶稣的门徒无警醒，耶稣就被出卖。基督徒若无警醒咧，教会就会失败所以这是足重要的提醒咱整个的教会基督徒内底，咱拢爱警醒，因为撒旦随时拢咧攻击，撒旦随时拢咧找芳啦咧甲咱摕啦当然伫这个过程的中间，咱看见讲有几项代志，互咱来做提醒，就是讲，第一个是门徒的无提醒，无警醒第二个是耶稣所教导的门徒中间，有人为着家己的利益出卖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咱看见耶稣虽然受到好像亲像强盗安尼对待，但是伊对遮的人中间有人需要帮助伊伫，伊犹原来甲伊帮助。这互咱想到伊的教导就是讲爱听对德，亲像家己这是真正无简单爱警醒，莫互黑暗来甲咱掌权黑暗甲咱掌权伫即个内底，咱看到犹大当伫最后晚餐的时阵，圣经的记载讲，撒旦入去伊的心内过来伫佮接续，咱即摆要看54节到62节的经文，看到彼得3摆无认主。咱知影进前耶稣就已经甲彼得讲彼得伫遐拍胸感觉保证啦，无论安怎，安尼讲，咱用咱的话讲要上刀山下油锅，我拢一定陪你但是耶稣也讲伫假题进前，你要3摆无认我。彼得3摆无认主，就伫记载伫22章54节到62节，有3摆的机会。第一摆呢是56节的所在，圣经的记载讲，有一个女婢看到彼得坐伫宴会伫坐，紧紧甲伊上讲，这个嘛是耶稣因迄阵的人。彼得马上伫57节否认啦你这个查某人我毋捌伊啦我足歹咱知影伫这个因甲耶稣掠去了，我拄则讲来掠耶稣的人是祭司甲祭司的即群人所以是宗教人士，因着掠耶稣倒转去大祭司的即个亭内底即个亭内底54节来讲，因掠耶稣伊入去大祭司的公馆迄个时必定呢离耶稣远咧对安尼伫这个所在这话仔真趣味啦耶稣伫遮，当然这去了有较水啦有加伫这个所在这是彼得这是彼得加甲彼得3摆，56节是第一摆58节过不偌久，另外一个人看到伊，你嘛是因迄阵的人。彼得伫58节内底马上讲，你这个人我毋是59节第3摆，阁有一个人坚持讲，这个人确实伫甲耶稣做伙，因为伊嘛是加利利人这个彼得挡袂牢
彼得伫60节的时阵讲，毋过彼得讲，你这个人我毋知你伫讲啥物吼，这话到话了安尼真传神啦吼，真传神。当第三摆讲的时阵，加就提吼，加就提，彼得才去想着，因为耶稣回头看伊吼，咱照圣经会记载吼，耶稣回头看伊伊安尼，伊才想着伫外口伫大哭啦吼，伫大哭。所以有当时咱知影就是毋通讲伤紧的话吼，也毋通讲伤过自满的话。家己认为讲家己拢足无问题，足厚足坚强的，但是事实上当咱伫讲着真正爱面对苦难的时阵，是毋是咱做会到？无一定吼，无一定吼。咱讲喙要讲咒诅较紧啦吼，但是真正要来实践就有困难吼。马太福音第5章34节到36节，耶稣就甲伊讲，恁毋通咒诅啦吼，毋通指着天来咒詛吼，因为天是上帝的宝座吼，毋通指地来咒詛，因为地是上帝骹踏椅，嘛毋通指着耶路撒冷来咒詛，因为伊是大君王的城，甚至袂通指着家己的头来咒詛，因为你无法度互你的头毛变乌还是变白啦吼。当然尾仔就是咧讲你若讲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安尼吼。嘿，其实彼得是足听耶稣啦，但是伊咱咧讲自不量力啦吼，家己无话讲伤紧安尼吼。好，所以彼得的问题就是安尼啦，对家己伤过有自信，有把握，但事实上伊做袂到，看袂到家己的问题，甲伊家己的软弱，伊掠做伊家己是足坚强、足牛、冲第一的，所以咱伫遮嘛得到提醒啦吼。22章63节到65节的经文咧记载着耶稣伫受审判的进前受到鞭拍，讲遐个看守耶稣的人来甲伊戏人，甲伊拍。因伊目睭问伊讲：先知，你甲我讲，什么人甲你拍吼？这就是咧甲伊戏人吼，咧甲伊侮辱安尼啦吼。这段其实咱也做捌看过，这个耶稣的受难记迄个电影的时阵，咱就知影吼，其实是不离残忍照着过去的这罗马时代的做法来讲吼，伊是真正是真受难啦吼，会受到鞭拍吼，伫这个所在毋是干那罗马兵丁尔吼，是这个祭司边仔咧看守人就开始甲伊戏人啦吼。嘿，这个宗教人士嘛是做即种的代志吼，伫遐甲伊来侮辱吼，来侮辱。66节到71节。耶稣受审判，耶稣受审判。好，咱会记得拄开始咧问的，耶稣互什么人领去？伫66节甲咱讲真清楚。66节的经文安尼讲：天光，犹太人的长老、祭司头、甲经学教师因来组织，因甲耶稣押去因的议会。所以耶稣第一个受审判的所在是伫犹太宗教的议会，伫犹太宗教的议会，伫迄个所在来受审判、来受审问，所以这是66节甲咱讲的67节咧讲到，伊甲伊讲，你若是基督，就甲阮讲你若是基督。就甲阮讲，所以咱就真清楚知影讲，这犹太宗教的人士对耶稣真不满的一个物件，就是讲，亲像彼得伫这个帖撒这个腓立比迄个所在，咧
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所在，告白讲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囝，这项事对因来讲是足大的侮辱。所以因把耶稣抓去了后，第一个其实因要甲指控的，就是讲你哪会当讲你是基督啦？吼，虽然因咧讲的方法无共款，你若是基督，就甲阮讲，吼，你就甲阮讲，嘿中文现代译本的翻译吼，是倒边咧讲，告诉我们你是不是基督啦？这叫做圈套，吼。伊若讲伊是的时阵，伊就讲伊是下毒上帝，这是一个圈套，耶稣的回答是安尼啦，第67节的后壁面讲，我若甲恁讲，恁嘛毋信；我问恁，恁嘛毋应。对现在起，人子会坐伫全能上帝的正边，所以耶稣伊嘛无正式甲伊回答。但是伊有表明伊的身份伊讲我若甲恁讲，恁嘛毋信啦这伫公会这的人讲，你若是基督，你就甲阮讲，这是一个双关的难题啦讲了后，这师长就相信吗？当然，咱知影无可能嘛讲了后，经学师就相信吗？嘛无可能。法利赛人就相信吗？当然嘛是袂啦但是耶稣真清楚甲因讲，对现在开始，人子会坐伫全能上帝的正边。这是第一摆耶稣真清楚咧讲到伊的身份、甲地位、甲将来要做的代志。为什么？因为伊的时已经到。伫进前，伊若毋是甲学生。甲遐受到医治的人讲毋通讲，毋通去宣扬，因为时还未到时还未到。但是这个时已经到，耶稣真清楚知，所以伊就伫遐来甲因讲69节讲，对现在起，人子会坐伫全能上帝的正边。伫中文现代有本讲，从今以后，人只要坐在全能上帝的右边。咱知影伫过去正边是代表王搁落来迄个宰相迄个位啦所以伊的意思就真清楚来讲，伊就是要上天坐伫上帝的大边。咱台语伫迄个使徒圣经内底咧讲到大边啦是迄个大位是大位。这也是迄个约翰跟雅各这两个兄弟咧三井这个位置安尼所以虽然因问耶稣，但是咱知影无论是祭司啊、长老啦、经学士啦，是法利赛人，因问耶稣的话，其实拢有因的含义伫迄个所在。因毋是真正要去找求答案啦所以伫这个所在，因伫遐来甲耶稣审问的时阵是讲，你若是基督，就甲阮讲。这甲耶稣伫该撒利亚腓立比咧问门徒的时阵讲，恁讲人讲我是什么人？个恁讲我是什么人？甲这祭司长咧问耶稣讲，你若是基督，你就甲阮讲中文讲，告诉我们你是不是基督这是无共款的主动位置伫文法顶悬，伊安尼来问是无共款的所以彼得的告别就真清楚毋是耶稣家己讲的。耶稣尾也甲彼得讲，毋是你家己讲，是顶悬的圣神来教你安怎讲的。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囝这个真重要的告别，毋是耶稣家己讲。但是67节呢，67节是这师长爱耶稣家己来讲，要互伊安尼落伫迄个陷阱内底，要来甲陷害好，70节伊就安尼讲安尼。正人讲，安尼你就是上帝的囝咯，耶稣嘛无讲，也头前即句话，伊讲着，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坐伫上帝的正边，所以
70节，耶稣佮正面来甲伊回答讲是恁讲的。耶稣无讲哦，是恁讲的。所以，什么人讲，迄个角度是足奇妙的啦吼。就是我拄则咧讲，彼得的告别，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囝。甲67节，祭司长因讲，你若是基督，你着甲阮讲。耶稣嘛无讲，耶稣敢若甲讲，对即时开始，我要坐伫上帝全能上帝的正边，因着甲接续讲，若安尼讲，你着上帝的囝咯。耶稣讲，我是，但是是恁讲的。这是一个真趣味的讲话的这个艺术，还是讲技术啦吼。嘿耶稣时常用这种的方式来对这的心有这个计谋的人来回答因啦吼。好，71节安尼，因就讲，阮要需要什么证据？阮已经有听到伊亲嘴讲啊，但是因根本就无听到耶稣的话。耶稣讲是恁讲的，毋是我讲的，吼。但是头前迄句更较趣味，这是一个双关啊。我是耶稣，其实是承认因所讲的，你是上帝的囝哦。但是讲是恁讲的，毋是我讲的，是恁甲我告别的，毋是我家己讲的吼。这伫甲咱尾下佫会去看到吼，咱即马佫剩2章、23章、24章，咱到落尾看到彼拉多甲耶稣审判了后，要甲钉咧十字架顶悬，佫囥一块牌啊，用3种语言写的。这个牌啊刻起来了吼，毋是耶稣讲的呢吼，嘿，这犹太人就扑跳吼，伊就写讲犹太人的王啦吼，嘿这是真趣味。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囝，毋是耶稣讲的，是彼得讲的。你是上帝的囝，伫即个内底，即段内底，你若是基督，就甲阮讲。耶稣无甲伊回答，只有讲人子伫对即时了，要坐伫上帝的正边大边。过来，证人讲，若安尼你就是上帝的囝。这拢毋是耶稣讲的，伫即段内底，甲彼得的个别拢总重述一次，拢总重述一次。这是真趣味的一个角度伫看这项代志啦吼。但是当然对于咱基督徒来讲，咱的信仰、咱的活命，咱必须爱真清楚知我是什么人。主耶稣是什么人？我所相信的是啥？这个咱必须爱去思考，会当帮助咱来警醒来得到提醒啦吼。耶稣到落尾当然是伊真正是甲强盗同定吼，伫即个所在吼。咱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也开始路加福音的记载开始进入耶稣受难的这个过程的中间。咱今年的过偌济是伫3月的最后一个主日啦吼。咱过来伫这个最后3月最后一个礼拜内底，就进入伫圣周受难周吼。拄啊好，咱的查经拄啊好伫这个段落安尼吼，希望会当帮助咱做来思考啦吼。耶稣基督为着咱受苦受难的这个代志，伫这中间也希望咱会通来得到提醒啦吼。这个圣乐队有录影有一首歌叫做《是我》嘛吼。这就是伫迄个最后晚餐的中间，耶稣讲恁中间有人要出卖我。因就开始彼此咧问讲是我吗？是我吗？是我吗？吼，这帮助咱啦吼，就是讲是我无够警醒吗？是我出卖主吗？是我伤过软弱吗？是我否认主吗？是我伫主受难的时阵，倒甲无看的人吗？咱有足侪的物件会当伫这中间来去问，来去思考，也帮助咱会当更较警醒安尼吼。好，
到遮，有人有啥物问题，还是有要分享的无？有无？拢无吼，好，若无咱就要到今日要到遮来结束啦吼。咱是毋是请郭董长老来带咱祈祷？郭董敢有听到？你麦克无开，郭董麦克爱开，讲好，无咱请连厅长了，好无？互咱三个人祈祷。至诚的陪阮伫天父上帝，感谢你，邀阮会当组织做伙来阐述你奥妙的教示，通过牧师的规条，互阮更较清楚。做你来到世间，你毋若为着阮，也为着这世间人来付出，就是你同价，互阮会当有机会来到上帝你面前，成做你的囝儿。这恩典真大，主啊，求你互阮知，阮安怎来行，安怎来做，来报答上帝你的恩典。阮即次伫遮求主你继续赐阮祝福第三个教会，阮新的一年开始，大家会当更较同心合意伫你面前来服侍你，来敬拜你，会当互福音通过阮每一个人的努力，会当来传开伫阮四周的人。所以求你继续赐阮来帮助阮。阮即句伫遮要做一个结束，求你继续带领阮途经的路程，特别将命在随小姐为个别礼拜一切停事，拢仰慕伫你，为你安慰在宇宙，带领在个别事宜各种，拢会当有助你的顾守，甲看顾，拢会当得到顺遂。阮即句四线进前，安尼面前献上祈祷，感谢告主耶稣的名，阿阿免。免。阿免。好，谢谢。好，拜拜。